只我咧家育，我咧可爱，是你甲育着了，你安尼，互你一直甲伊拍，你要甲拍死是无？好爽啊！哈？快伫阮兜有钱嘛，这若是有人饲的，阮就当阿爸，搁要一只行人就好啊！这看起来就野生的，我甲伊泡死也无人会管啊！你咧管什么代志啊你？天哪！这是什么教育啊？你是大人安尼甲你教导吗？有时对任凭你要做什么代志拢袂用心。伊只是一只小白兔，伊这么可爱，你要甲伊笑，要甲伊贴面包，你讲安尼啰嗦甲伊量治，看来这个爸母真正那伤不正，这下一歪。你讲我爸母上不正下正歪？阁无样，我甲你讲哦，你今仔日若搁甲拍伊，你毋通怪我动手哦。我就拍。对嘞。你我拍。免惊。你讲的嘛？你欢喜要甲拍就要甲拍嘛？无咧。啊那安尼，我是大人，你是囡仔，大人拍囡仔好无？无。紧走啦！你该死啊！你上我伫遮莫走哦！我袂走啦！这是什么社会？为囡仔尔吼，搁甲大人呛死啊！伊的爸母伫咧互伊课的款，我都唔相信，学细粒就当毁了事情。小朋友，乖。好呀！无代志啊吼，好，你家己好爱，有时想若是无，以后毋通乱走，知无？赶紧走转去青山，吼，走我唔硬哦，好，乖，走。